全台湾目前有分42万张的新心种该停车场，不过伫咧规个台湾，干那2万外的停车格根本就无够，甚至有家属就算无载新种者出门，嘛会摕这停车证乌白停。新种者就希望政府会当改善，互正式有需求的人来使用这寡停车位。 10位新种家属拜四伫立法院开记者会，大声发出诉求。因不满真侪新种家属摕新种停车证试过停新种停车格，造成真正有需求的新种者却无位通停。身障家属比例太高，然后滥发，然后这个证他们拿这个证没有载家属，没有这个事实，他们就占用这个车位，才会造成说我们身障者停不到位置。 根据交通部的统计，全台目前有42万张有效的新种停车证，不过全台新种停车格却敢若27000格，等于是平均14张证去对一个车位。新种人士希望卫福部和交通部应该做出改善，服务需求的轮椅人士有新种停车格通停。 当然，肢体障碍朋友会觉得说，只有你们需要，因为你们最需要。可是事实上，其他的朋友也一定有需要。有一些其他障别的多重障碍的身心障碍朋友，他对于空间的混乱，他没有办法单独行动。面对诉求，卫福部表示，新种者包含的是精神障碍者，因虽然无用到轮椅、拐啊，不过伊嘛是算新种人士。这个回应让现场的新种人士不满，双方愈讲愈大声。身障车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大，它的用意是什么？不要任何的人来谈说啊，我可能像你刚讲什么什么站什么站，我们都可以理解。可是这个车位为什么要这么大？就是它的本意在那边。 需要辅具，需要轮椅，老人家不方便，需要上下车。针对新种家属有证到证去停的问题，相关部门回应，政府有设通报的机制，民众只要卡1999专线，就当去投诉。未来也会邀请新种团体继续来做讨论，保障新种团体权益问题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